火炭母是草药呢，中医草药，中医草药，火炭母会痛不？上面那个什么左上角叶子最大的是艾蒿，草字头一个高低的高念的蒿了。左下角那个中脊的那个大的中型的是益母草，右边比较小的是艾草。它有3种叶子在比较了，最小型的是艾草，它都在那个尾端那边来做比较。艾草还可以食用的，你看，还可以晒干，还可以用来洗脚、煮汤来洗脚、泡脚。左上角那个最大叶子的艾蒿，说是端午节的时候挂在门上辟邪的，都以为是用挂艾草，他说是艾蒿了，很大，可以长得很高的，长到比膝盖还要高的艾蒿。然后益母草也很像艾草，但是比较大型，背部好像不是白色，艾草背部也是白色，还有绒毛，